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8，箴言3章50到60安尼讲：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，毋通倚靠你家己的牛。伫一切所行的事，拢着仁义，伊要指点你的路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专心倚靠你，无靠家己的牛的天平。愿感谢你。主啊，愿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你献上阮的敬拜甲尊重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永远，永在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的慈爱永无改变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愿感谢你昨日的保守甲看顾，伫阮软弱的时，扶持阮永无离。主啊，愿生灵济济时，只倚靠家己的气力、经验甲判断，掠做家己的牛，会通解决所有的问题。直到阮看无头前的路，也无法度掌管未来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骄傲甲自尊，互阮愿意放下家己的固执甲有限，专心来倚靠你。就你要指点阮头前的路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